学生热情欢迎艺人王孝伟到学校，为了要让高三学生更加了解家己的未来方向，为了高中邀请艺人到学校分享经验。这是第一次就是这么近距离看到明星，然后他也蛮亲民的。他这次有帮助到我们很多像我一样就是对自己的方向没有很明确的人，他也给出了很多的建议，可以多尝试不同的兴趣方面的开发。透过分享，好者学生会当找到家己兴趣甲方向，嘛希望讲因对兴趣有搁较侪热情。其实我人生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在高三跟进入大学的这一个暑假，它改变了我的一生。校长表示讲，这高三学生嘛要开始选择家己有兴趣的学校啊，希望讲透过这摆分享，会使帮助因未来有较好的发展。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